張文光握手，黑秀成當支持。黑哨一吹，唔俾議員講嘢，黑秀成仲未知衰㗎。尋日就話，當日朝同各黨派開閉門會議，除咗大舊毓民冇一齊開，長毛傾傾下嬲到走人，成班泛民都冇意見喎。都有泛民嘅議員，我亦都唔應該講邊位啦，係主動埋嚟同我握手。咁我握手嘅嗰個動作係咪表示支持我決定呢？我亦都唔敢講。咁夠僵㗎，係一直冇參與拉布民主黨嘅張文光啊，佢澄清只係禮貌性握手，唔係支持黑哨。泛民就話係一致反對黑哨成嘅裁決㗎。喺城市論壇，連學生都睇唔過眼。咁點解唔先擱置住呢一項議案？係咪政府認為用大石砸死蟹呢一種方法可以壓制民意？主席嘅做法係唔合情又唔合理嘅。民建聯嘅撐翻黨有黑哨成㗎啦。加拿大啦、英國啦、澳洲啦、新西蘭等等咧，都有一個機制咧去終止發言。主席攬權上身，主席呢個做法咧係唔係太明智嘅，真係合法唔合法我都唔講佢。剛才李慧瓊議員指啲外國嘅經驗咧，都係由議員提案底下，唔係主席有權話我要停止嗰個辯論啦咁。瓊姐繼續偷換概念，死撐。我認為咧，今次主席咧係終止咗拉布，並不是終止咗個發言權。我哋唔中意民建聯，我哋唔中意李慧瓊，但係當你俾人蝦、俾人強姦嘅時候，我一樣會阻止佢哋。呢啲叫做公義，請民建聯學習。長毛都鬧爆，保皇黨壞事做盡啦！削綜援，贊成地鐵私有化，兩鐵合併，有加冇減，兩屆特區政府做嘅壞事，你哋都係快刀斬亂麻，你哋係攞咗議會嘅多數，抌人，快！學者就認為今次拉布凸顯保皇黨以為收咗公帑做議員可以唔使開會，可以打機瞓覺啊！